兰农地流失的问题是真严重哦。宜兰市的审计师统计，宜兰会当种植的农地一档比一档较少，目前只剩23000多公顷尔。有农民是认为讲农地愈来愈少，县政府责任应该爱检讨。三大县市将宜兰东山乡农地顶悬违建标示拆掉。最近宜兰县长林志标第一摆伫前来拆除农地违建，不过根据审计师统计，宜兰县这几年农业设施申请案每年增加，因种植农地是每年减少，流失严重。今日要田内底，因看到不少农舍起下了后，头前有一大片的造景。农舍当作民宿经营，根据农委会农地管理咨询系统，宜兰县合法的农业设施，关键支持拍场的案件有1708件，占所有农业设施项目的5成以上。大部分被当作是造景、民宿、餐厅的停车场，无生产行为。宜兰县政府责无旁贷，应该是做好把关农地的这个重要角色。有少人认为，这几年宜兰田内底厝愈来愈多，除了影响农作日照，废水排放甲清洁也是问题。农地流失，县政府有责任，就算中央也未修法确保农地农用，应该做好把关的工作，减少农地流失。如果是属于这个违规样态那个比例比较高的一些设施类型那我们未来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建议中央是不是能够加严相关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标准。根据审计报告，宜兰县应种植农地只剩23145公顷，不达到国土计划公粮食生产农地爱护28682公顷的标准。县府农业处讲，国土计划所列公粮食生产农地，甲即卖因公粮食生产的农地，计算基础落差评摕来比较，县府加强农业设施检查甲辅导，减少流失。记者综合报道。